係去咗泰國嘅曼谷，係統籌咗一個咧係營救我哋香港被誘騙到去緬甸從事非法工作嘅一個嘅行動。喺呢個行動入邊咧，我哋係拯救咗6名嘅香港人士，佢哋咧係包括3男3女，年齡係由咧係29歲去到44歲。佢哋咧係被非法扣留咗咧，係大約係由5個月去到7個月不等嘅。營救咗嗰幾位人士就喺園區入邊咧係營救咗出嚟，由緬甸嘅軍方係送翻去泰國嘅美索地區。咁喺我哋嘅泰國有關當局同埋喺我哋嘅國家嘅大使館嘅協調底下咧，有我哋專責組嘅同事咧喺今日咧係晏晝嘅時間咧係已經陪同佢哋咧係去翻曼谷。稍後時間咧亦都由我哋專責組嘅同事咧係陪同佢哋咧係坐飛機咧係翻嚟香港嘅。